台湾的风景拢足水。自来人讲台湾是蓬莱仙岛，一点仔都无毋对。台湾3000公尺悬的山有268粒，这个山毋若山势水，地平好，阁有四面海，丰富的水汽正做云雾，停留伫山腰，树木花草发较正旺，拄着花开的季节，连山顶嘛敢若花园咧。遐个云雾若像空中水库，气温若降，云雾就变做雨水，压落来滋润大地。关山的温度比平地大约加15度。热带的台湾伫寒冷，竟然有机会看到雪。台湾人有即款大自然的温室，实在是真幸福。互我感觉上幸福的，是我出世伫苏花公路的小庄头南娘仔，遐有3面山围咧，一面望海，环境气候拢足赞。少年的时，因为地缘关系，佮感念厝内爸母辛苦，想要趁钱回报，就去考公路局的地务运输处，佮急车的随车服务员，幸运考调。迄阵还未有火车，金马号是主要运输人客出入的车。金马号小姐是真歹的头路，袂妨照起落速发，算是高收入的，所以才会当补贴阮兜翻新厝。阮逐日穿着必扎的制服，精神饱电，对车跑伫弯弯翘翘的山路，看着白影拍海岸，美丽的线条，山、海、天拢足清气。伫山风、海风透南吹来的美丽旅途上班，实在足福气啦。对苏花公路迷恋无限，上死是因为逐站拢有阮青春的影子。苏花公路的风景拢足赞，清水断崖是世界有名的，这条路嘛是大南澳地带对外唯一的通路。无论上北去苏澳，也是落南去花莲，拢爱行这条路。公路切开南北边，南边有南溪、南澳、正埔、大埔、海岸、南娘仔，才会平地人住的庄头；北边是南澳社、壁口、金阳、鹿皮、环山，才会大燕族的庄头。早期这条路是单向通车，所有车出入拢爱伫东澳、南澳、和平、崇德这几个庄头相闪车。1980年，北回铁路通车，迄阵台湾经济转好，大建设带动繁华，苏花公路开双向啊。公路车座无搁伫管制站相闪车，金马号小姐嘛无搁再看到啊。人生的剧情一幕一幕演出，阮对故乡的情是永远相牵连的。离开故乡了后，拄着啊转去，看到苏花公路一摆比一摆搁较熟悉。东澳起幸福水泥厂，和平有台湾水泥公司，和仁开沙石仔场，到即仔苏花改工程，汉本嘛乌甲插水厂，连阮南娘仔的山甲田园嘛拢菜电塔。虽然建设有经济发展的考量，毋过拢是伫破坏大自然。时代进步所付出的代价，是牺牲大自然资产。阮对苏花公路的沧桑，感觉真无奈。台湾是蓬莱仙岛，毋过大建设若无兼顾历史，
观光，这个无形文化资产的观念，敢若伫铺面拼经济，这价值是要安怎算咧？真正是会晓算，袂晓除啦。